每一位外傭嚟到香港工作，都需要適應新嘅家庭、新嘅文化同新嘅生活節奏。僱傭相處之道第一步就係理解同溝通。每個家庭都有不同嘅生活習慣同工作要求，即使姐姐有香港工作經驗，都需要時間適應新僱主嘅標準。僱主可以清楚表明工作時間表、家規同工作要求，僱主給予3到4月適應期，讓姐姐按部就班學習，往往可以減少好多不必要嘅誤會。講解嘅時候，可以叫姐姐記低重點，同埋親自示範一次，確保佢真正明白。當要求講得清清楚楚，工作自然就會更順暢。夠食嘅3餐、合理嘅休息、準時出糧，全部都係基本而又重要嘅尊重。當姐姐感覺到被公平對待，自然會更加安心，更加投入工作。好多僱傭問題最初未必係大問題，反而係嚟自期望唔清、溝通唔夠或者情緒累積。一段好嘅僱傭關係，唔單止係姐姐要努力適應，僱主都需要主動指導、耐性溝通同埋基本上嘅尊重。當雙方多一點理解，合作自然會更加長久。僱傭相處之道唔單止係規矩，而係理解、溝通同尊重。新希望同每個家庭一齊建立更健康、更長久嘅僱傭關係。